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总统府，今仔日来举办员工的家庭日。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拢有参加，因发予现场的小朋友一个人一个红包。总统是勉励同仁精善报国，哪会当囡仔就加生几个啊？啊，这个台湾防疫有成，总统嘛感谢大家付出。 总统府真热烈，员工全家伙大大小小做伙参加家庭日。总统蔡英文送红包，祝福囡仔会当平安大汉。总统府今天呢，算是有大有小，而且小的最大，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一下我们防疫人员的辛劳，我们也应该要珍惜能够在一起相聚的。 这个机会，就算是爱挂嘴暗，但是现场的气氛嘛是真嗨，因为防疫有成绩出来。总统府才会当照常举办一年一摆的家庭日。蔡总统和副总统赖清德和百外位的员工家庭翕相，嘛鼓励大家加生囡仔。我们也希望我们总统府将来的生育率可以是全所有的机关里面最高的，这就是我们要共同努力的目标。大家说好不好？ 有些是没有办法了，那有办法的请多生产了哈。0到6岁，国家一起养，这个政策我们一定贯彻到底。蔡总统利用机会宣传育儿政策，就是希望讲会当增加台湾的生育率。